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国防部拜二的时有发布国家级警报，警告民众中国发射卫星飞过咱台湾南部的天顶，有引起争议。国民党好友其是批评讲，这么严肃的国安议题，结果一大堆错误。一人国民党嘛批评讲，蔡总统讲免惊，颠倒害伊感觉惊。也毋过赖清德是强调讲，中国发射卫星路线图显示，确实有飞过咱台湾南部的天顶，国防部公布资讯是应当的。甲民众斗阵翕相展现亲和力，国民党好友伊伫高雄归港，扫街拜票甲赛车行程争取支持。针对中国车港发射卫星，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，呼吁民众注意安全。伊个批评严肃国安议题，煞这么凊彩，错过人人，肯定是人民生命安全惊吓。呼吁24点钟赶紧公布真相。严肃的国安议题，怎么这么草率？错误连篇，在24小时内赶快公布是谁下令要发这个信息。这个信息的标准以前从来没有发过，为什么现在要发？蔡英文说大家不用害怕，他讲那句话才让我害怕，就是说，真的会认打来，大家当场要躲，要往哪个地方躲，大家晓得吗？政府做什么事情，老百姓在想说，这个是不是在操作什么？选举策略什么，所以这的确是国家的根本问题。民众党关提是去宜兰罗东为党籍议会候选人拜票，佮到新北扫街，强调建立正常国家第一步就是政府是可信的，真正的问题是伫国防部哪会发错误的信息，那才是飞弹拍过来，大家要避倒位咧。对外界质疑国防部警报引起民众惊吓等解决选举的争议，赖清德也做出回应。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的路线图啊，的确是有飞越台湾的屏东跟台南的上空啊，所以国防部一方面基于人民有知的权利，公布这一个讯息，这是应该做的做法。伊强调人民有知的权利，国防部公布相关资讯是应该。赖清德早早起，中台湾扫街阁出席苗栗县彰化县造势，全力拼选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